今仔日是旧历正月初五，也是年假的上尾一天。今仔日的天气是真好。中央气象署表示，今仔日早时各地头温度上悬是25到29度，不过到暗时的时阵，温度就会落真济，天气民众要注意温差。另外，伫咧国道的部分，就北的车流是一直出现。国道5号早时行驶平均的车速是无到20公里，提醒民众出门要注意路况。将日初五春节连假上尾天，一早起就出日头，将对民众趁着好天气，到中正纪念堂行春。气象署讲，日时各地温度高温拢伫咧25到29度，阳光因为辐射冷却效应真明显，早晚温差真大，提醒民众出门衫裤要穿一个。今天晚上入夜到明天清晨呢，中部以北的这个低温还是会来到12、13度，其他地区大约14度到18度的这个低温呢。那局部地区像彰化以北仍然有接近快11、12度或者是10度的低温。气象署也讲，开工日15号暗时到16号，受到方面通过也有东北季风的影响，温度会小可降。伫北部、东部有局部低渐阵雨。伫咧收假上尾天的时阵，国道开始出现上北的车流。伫早起8点，国道5号上北所到头城，每一个交流道拢启动预控。伫交流道的路口拢有排队的情形，即时路况更加8到止步的情形，车速无到20公里。国公局有估，塞车的情形可能会一直拖到暗时到半暝，车才会较少。截至上午9点，国五的北向雪隧通过量大约落在18000辆次，相较于109年的同期比较下来，大约增加了9%。国道全线电耗量，今天高工局预估会达到115百万车公里。国公局讲，国道1号上北西地保养系统、南屯后里，国道5号上北的宜兰平那，拢是重点会塞车的路段。有一寡路段更加会实施高乘载管制等疏导措施。呼吁民众提早出发，注意路况。记者综合报道。